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10月2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路加福音第14章，门徒跟随之道，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如何跟随耶稣的示范，跟随耶稣的榜样呢？很重要，是一颗谦卑的心。这颗谦卑的心要带领我们经历到今天必须祷告的经文，路加福音14章15节。同时有一个人听见了这些话，就对耶稣说，能够在上帝的国里享受宴席的人多么有福啊！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当中，能够参与宴席本身就是一个身份认同，就是一个觉得有尊荣的存在。然而能够在上帝的国里，上帝的国参加享受宴席的人多么有福啊，是一件更棒的事。因为不是在罗马帝国的国度当中，而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然后在上帝的国度当中能够参与宴席的人我们要回到罗马的文化，是要有资格的。什么样的资格呢？在今天的经文，首先是让我们看见在法利赛人领袖的家里吃饭。耶稣一进到他们的家，就犯了一个大忌，在当时的安息日是不做工的。然而耶稣却在安息日当中医治了一个患水肿病的人，并且听起来好像你在挑战说，我们的法律是否准许在安息日治病呢？结果大家闭口不言。如果是你会怎么回答呢？耶稣就扶着那人治好他，打发他走。于是他就对大家说，你们当中谁有儿子或牛在安息日掉进井里去，而不立刻把他拉上来？他们对耶稣的话无法回答。而如今的我们也来思想，当我们去遵守一种标准的时候，会不会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是要打破这些标准跟框架，而给我们一个更合乎他心意的标准？在那样的时候，我们是会谦卑领受，还是我们会坚持己见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不断的越来越深入的挑战我们已有的想法，已有的信仰，甚至挑战我们要起来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啊？耶稣注意到，在这个法利赛人领袖的家里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客人会替自己挑选宴席上的首位，就用比喻告诉大家。他说，你被请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上面，就是最主要那个位置上面，首领的首。恐怕会有比你更受尊重的客人被邀请在这其中。那个邀请你们的主人就会上来对你说，请让座给这一位吧。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难为情，不得不退到末座。所以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座，就是最后一个位置，可能在身份地位上是比较次要、比较后面的位置，让主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这样你在宾客面前就有光彩，因为上帝要把自高的人降为卑微，又高举自甘卑微的人。然后更深一步的再说，你招待午饭或晚餐的时候，不要邀请你的朋友、弟兄、亲戚或富有的邻居，恐怕他们要回请你，还你的人情。你要请客，就要请那些贫穷、残疾、跛脚、失明的，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那些人无力报答你，在一人复活的时候，上帝要报答你。这段经文其实跟当时的文化是非常的不符合。在当时罗马帝国有个叫做恩主制度的，就是有这个施恩主，然后这个领受恩惠的人他要回馈给这个施恩主，
所以回馈到一个极致，就是他们要回馈这一位罗马皇帝，甚至把罗马皇帝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那就把他当作神好了。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崇拜皇帝的文化。而在宴席当中，就是一个施恩主跟一个受惠者之间的关系，而他们在这样的宴席里面，渐渐的我给你东西，你要回馈我，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上很重要的社交礼仪的一个场所。所以有很多我们都知道这个潜规则在其中你会找这些身份跟你差不多的，甚至比你高的让他来到你的宴席当中，你就有光彩。然而耶稣在这里讲的一个比喻是，竟然有人他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地位，他就去坐在首座上面，就是那个第一个最靠近主人的位置，那应该是身份地位最高的人去做的。所以耶稣在回应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他们对宴席的想象，耶稣不仅在这个文化里面去讲到，在宴席当中，上帝是把至高的人降为卑微，又高举自甘卑微的人。这在讲什么？这在讲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无知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然而参与在那宴席当中的时候，透过主人的回应跟表达，我们才知道自己其实是应该自卑的。所以耶稣继续讲到，在这个宴席里面，你请这些富有的邻居、朋友、亲戚，他们回请你，还你的人情，这有什么好说嘴的呢？应该要请的是那些无力回报你的，因为上帝他要报答的，他要恩待的，就是这样的人。这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然而接下来的比喻更是讲到，如果有一个宴席刚刚的 RPG 经文说，在上帝国里享受宴席多么有福耶稣就继续讲下一个比喻，就更难理解了。他说，有人大开宴会，邀请了许多客人，入席的时候派仆人去向被请的客人说，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可是他们开始一个一个的推辞，一个说，我买了地皮，我要去看看，请原谅我不能来。另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试，请原谅我不能奉陪。又一个说，我才结婚，实在无法分身。仆人就回去把这情形报告给主人，而这主人非常恼怒，就对仆人说，赶快出去，把大街小巷里面贫穷的、残疾的、失明的、跛脚的都带进来。不久仆人来回话说，主人，你所吩咐的已经办好了，可是还有许多空位呢。于是主人就对仆人说，到马路和陋巷，就是小巷子里面去，把人强拉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那些先前所邀请的人绝不能享受我的宴席。这一位主人是谁？如果这一位主人是上主的话，以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文化当中，这位主是伟大的主，这场宴席应该会塞爆了人，因为他们都想要参与在这最尊荣的当中。可惜人因着自己的思虑，他们没有参加这个宴席，这与当时的文化是相违背的。所以耶稣在讲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新鲜，因为宴席是如果有个主人可以办宴席，他邀请宾客，可见这主人的身份地位跟这些宾客一定是彼此互利的，他们在这里面就像是在交易、在交际一样，怎么可能会不参加呢？然而在天国里的宴席，人却会因为各样的事没有参加到。而在这里面，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对话的对象是这群法利赛人是这群经学教师所以他在说什么？
他继续说到，这些人原来是有资格，是首先被邀请的，却没有坐在这些位置当中。然而那些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当时的贫穷人是不可能参加宴席的，因为他没有资格，他不符合标准，他对这些请他客的人是没有办法回报的，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参与在宴席当中？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看见，这位主人是邀请这样的人来到宴席里面，而且他还出去找，想尽办法把这样的人拉到宴席里面。这在罗马帝国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们对主人家，对于这些宾客来说没有益处啊。可是耶稣却是让我们重新领受一颗谦卑的心。一颗谦卑的心不是在于一直强调我自己，而是在于强调上帝他怎么看这个人，怎么看自己，所以我们回应。有位心理学家叫费兹梅尔，他说真正的尊荣并非来自人肯定自己的选择，也就是真正的尊荣不是来自你自己而是来自他人。而同侪眼前的尊荣并非来自人为了自己做了什么，就是你的朋友他认为的尊荣不是你为他做什么，或是他为自己做什么，而是在于他人如何看自己。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迦南之声上面有这个引言有写，这在说什么？这在说，所以我们看自己很重要吗？其实不是，这在说我们怎么看自己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相信谁的眼光，我们相信谁的决定，我们相信谁的标准。真正的尊荣如果来自他人，请问你相信谁给你的尊荣？真正的尊荣不在乎做了什么，而在乎他人如何看自己。那这个他，你会放上谁的名字呢？恳求主帮助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他如何看待你？他又要我如何看待他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领受，若是我们能够在上帝国里享受宴席，这是一件多么有福的事。因为主，你看得起我们，主，你完全接纳我们，主，你要提升我们，主，你也让我们领受这样的生命，使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是愿意在谦卑当中来看待彼此。这是跟随你过程里很重要的生命特质。我们不会是全对的那个人，我们有可能就是犯错的那个人，但是主，你完全接纳我们。你不是要求我们的回报，而是要我们与主在同一个宴席当中。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临到我们的身上，愿我们的生命也领受从你来的眼光，这样看待他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分享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